사당 라메메다면 제 엄보다 제제라서 제저라 저와 저와나 선제선 바르도 시된데 베기로 대다 제제 담배 신예 내내들이 대저진 엔데진 예서데 주버텐제 제보데로 저도데 지고 네 라베냐자 자자자용메들 암베다네 레와도 라도에서니 Namo Laye Kata Luta Nishinga Chubanta Mika Namada Dwa Kunje Dhanma Checham Atam Jaga Dodhake Chetalo Kange Denshin Java Chunga Bache Meba Jeba Meba Dam Meba Ula Meba Dam Tade Teme Denshin Java Nishe Chetam Bata Sanje Manwa Tambade la Jahazar Ola Oya that didn't be a change yet, Thomas. Tondanila Chawani Sayakana. 各位叫我看当看这是这个人呀，他们归纳起来就当，他们安尼给我看起我的，给咱安那做相当我的，等于我的开始吧，应该的，是吧？我等于咱，但他们归纳也不去改个我应该的，是吧？各位叫我来做他们做些的归纳给他吧，各位叫我去年过节讲，俺这归纳也不去买那，俺那确实做过嘛的，因咱他们归纳也不去搞玩意嘛，定金吧的。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佛法的一个讲座的交流。那如同在修行七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到出后修二事。如果你们想看这句话的话，在25页。出后修二事，也就是无论进行任何的跟佛法有关的一些仪式也好，或者是交流也好，过程也好，它在一开始的动机、意乐，以及最后的回向，叫出后修二事。这一个出跟后这两个过程是极为重要的。那其中，尤其是在进行任何的一个传法之前，无论是传法者也好，听闻者也好，听法者也好，这个动机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是善是恶，它的一个标准是以是否具有善心，是否具有恶心来去定义的。所以具有善心将相应于善，这个行为将相应于善。同样的，如果你的动机是正确的，闻法的动机是正确的话，你所闻的法才能够相应于法。因此，我们在进行这一个佛法交流或者是讲法的时候，无论是讲者也好，闻者也好，首先先要观察自己的意乐，并且把它摆到正确的位置。哦呀，听这一张，俺这大的，他人马上就弹出去电上不，年纪特别多，俺这腿的。다리 답상 거는 토요일 말에 뒤에 아니 코이 핀조나 맞아와 막에 섬제다 코이는 동아 숨지 냠다 받디남 아니 동아 주당 제와라 자위 치도 아니 탑잡라나면 발란 바서베 산제지 고마른 뭐지 쟤네제 토바 차고도 어딘가에 토바 고마 토바 제와라 아니 토제지 남냠슬 량고와 做这阴阳人是两把那样，俺这他妈写歌吧，我头发他三把，光把什么这种人把心中我就照顾吧，今天一张写歌吧，我听着为俺那要这位写作，俺那谈的像就南京人吧给，俺那个我的阳光那么脏啊，我这边面啊，俺那边铺的钱吧。 장주 남지는 봐 아니 가서 그래 장주 남지는 배제자 탐자 마사만 매봐 아니 냠고고 투디 뛰어와기 아니 러리냐고 이게
안에 결론도 뒤사세 양비 애군어 군저 지름 반나서 마신도 사다데 사마샤나 我们在场作为文法者所需要的意乐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这么想：好不容易获得了享满的人生，那我不应该贪着、贪恋在这一些轮回的享受当中，或轮回的圆满当中。我应该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利一切如母有情，而来去完善自己，成就无上菩提。为此，我要知道成佛之道为何。 为此，我要知道如何修持，如何走上这个成佛之道。因此，我要透过闻思修的结合来去了解这个成佛之道如何行持。因此，我以这样一个清净的意乐来去接受宗喀巴大师所撰写的这一个菩提道次第摄颂，因为这一部论点里面，它包含了所有的一个成佛之道的要义。 而且让我们很轻易的就能够去修持，所以我以这样一个清净的意乐来去闻法。我出发前不供茶，菩萨嘞，法本第15页，推举供养法王。出发不。文殊师利永世与自在，智慧妙平充满至甘露，广大持教细美，很庄严至圣手，白莲我供养。 我呀，说叫喝了吃啊。你们慢慢用茶。那看你个修个家伙。那我便慢慢讲解，你们慢慢用茶。哦呀，那咱这边俺那他们就让有人把给俺们给俺那些人不爱吃完了，俺那他他就让有人把可能给俺那他开始说了，不对怎么，俺那就。 对吃饱之后，看着我这是吃空怎么点被再不被吃完，当然了，可我这边就吃完，吃完一点就吃了，那些其他这边做，但把我就那么其他这边人把钱呢，是不是些都是啊的，是吧？哦，要讲，等于他吃空怎么点被吃，再不被吃完再的，他吃的俺那边搞空怎么看着噻？ 아니 좀 되게 냐면 시작해 생긴 마 유대 아니 rimba 신도 참자야나 마 유대 아니 유바 rimba 신도 쓰네 아니 마 장고나 마 tonga와 첨보나 마 유대 아니 장고나 마 tonga와 첨보게 아니 저자 탐자 마사마 매봐 뒤에 아니 참지 남지 rim바 남지 첨모 소야 말에 알레라 리체메기 된다대야 아니 마디데 지당 아니 두와 되네 알라 텔레 좀 두와 텔라 셰바고 저셰도 마죠네 아니 두와 지라 아니 라브린트 보트 소마이 말에 봐 아니 어다 젠진이게야 아니 님부 만바 뒤데 아니 바 라도 랜데와 냠슬렌 대화기들 치자도 뒤니 아니 냠고고 수도 숨바들라 알라른 뒤된 전에 대 말에 어딘다위 아니 라른 뒤된데 아니 다 치nywa 된지와 된사와 어디가 라블렌 대화인장 알아서 라면 바나면 뱀미스바 편도 첨보요 아래 야잠시나 오야 那菩提道次第摄颂的一个殊胜功德为何呢？如同广论的。 一开始的四大科判，为显其法根源清净，故开示造者殊胜；令于教授起敬重故，开示其法殊胜。如何说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以及第四，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为四。所以在一开始讲到造者殊胜的时候，有说到了，从导师释迦牟尼佛那无有间断的传授到宗喀巴大师。 的这一个完整的传承，那如同广论的这一个四科判里面所说的，广论里面所要诠释的内容，对于一个想要行持菩提大道的一个修持者而言，是很轻易的能够就去融入于它，甚至去理解它。
所以，更何况是这一个菩提道次第摄颂。菩提道次第摄颂的撰著的方式，它是一种记句、记文的方式而写下。虽然它的用词并没有那么的冗长，没有那么的繁琐，但是它用词不多，可是它所含摄的内容却包含了菩提道次第广论所要诠释的内容。所以，对于我们修持者而言，能够轻易的来去接受、学习这一部菩提道次第摄颂，对我们真的存在着巨大的利益。我呀，那今天谈不去空怎么对不？再把被吃完的了，但再把看的就把看的生活的也算安的了，那种对天可能生活的了，俺来吃吧当，俺那些把他们吃吧当。俺兄弟我娘孙俩把他们给我，把都给我，他们给我都是用给我的，那谈不得了。俺吃吧当，这嘛吃空怎么点不得了？我呀，平常给来现在准备过，太阳周围热瓦光源上，马里学校七千3百多，俺呢，下去找我去了，国家查这一个了，就过康了图标。图把那些钱呢，出去图上考教人噻呢，俺呢你们下家这个都没下家图完了，俺呢我告诉了图把人上，俺呢大讲过，你们下家图完了吃吧了，我平常给来吃完就没做事，平常做了，俺呢过这样，俺那边俺呢给来吃完准备过了，所以讲了，给我平常上班了，但呢，出把给国际印章，平常给来吃完准备过了，从你家境不上班了，但呢，参什么什么上你的北家上班来玩，也就来玩准备国际印章，平常给来吃完准备过，都是我样的，那首先讲未显其法根源清净，故开示造者殊胜嘛。所以在此呢，有顶礼以及著作前的一些承诺等会有这种相关的一个顺序和次第。我们先翻到30页，无边福聚所生身，无量众生乐闻语，正观无尽所知义，释教尊王我敬礼。所以，如同造者殊胜说到了，我们的教法的起源是来自导师释迦牟尼佛，所以在此呢，顶礼导师释迦牟尼佛。那顶礼之法为何呢？如何顶礼的呢？首先说到导师释迦牟尼佛的身功德，之后语功德、义功德。无边福聚所生身，有无量不可计数的福报所累积的32相好、8种随行好，具有这种身功德的导师世尊。呀，今天平常过了太阳主义是我光于送谁讲了，送个原点，是吧？送上原来出去点原点他点吧，送进你就送你，他嘛你就说考谁讲了，今天这个送没到我是怕把点吧去，我等着去送几个样，都在让给老上怎么联系。点把起来说话，你把让个对把团他大把说快一张，就是太阳周围热瓦光于送，是这瓦让给热瓦把的对把刚要把的光瓦给送，我送几个样，你对这个他妈你都考完一张，我第一张，刚才太阳周围热瓦光于送。那第二句无量众生乐闻语，也就是透过这种无边的功德，那所以导师世尊所说的法呢，能够这边是译者补充的话，这边是讲乐闻语了，但是藏文直接翻译过的话，更像是满足你们的愿望的语，满足众生愿望的语。那因为满足的关系，所以乐吧，所以叫乐闻语。总之，无边众生乐闻语。那导师世尊的这个说法的语功德呢，包括60种的语功德。那其中一者呢，就是虽然导师世尊所说的是同样的一句话，可是弟子们却能够随顺着他们的根器，他们会听到相应于甚至于对他们有好处的话。
所以所说的话相同，可是众生的理解不同，而且产生的效应和利益也不同，所以它可以满足众生闻者众生的这一个期待和祈愿，无量众生乐闻语。다 대송고 연대 전에가 다 투지연대 가지러 와래서나 말리시아샤 치신세비 투 세가 세자 말려봐 담반이단 담바신라서와게 뉴비 언니다 세자 말려봐 시내주다 남진내주다 대비내주라서 세자 말려봐 치다와지 라들을 줄을 라바시 자바나시 세바게 왜 투지연대 말리시아 치신세비 투 치신세비 투 투지연대 那接下来是讲到了义功德，导师世尊具有什么样的一个义功德呢？导师世尊所具中的义功德为正观无尽所知义，也就是他能够遍知一切，无论是四谛也好，二谛也好，他能够遍知一切万法，遍知所有的现象。那一切的万法，如同他掌中的这个优罗拉，就是安乐这种透明的这个安摩果以外，他可以非常的清楚的看到内外的透明，所以对他来讲，遍见万法一切法都不是问题，这是他的义功德。这算马来西亚70비투下届做的了，国家在下届完了也是也做冲吧，俺们下届生给的了，俺们下届做完了，俺们我从国外这边过来查查完的了，下届做的了查查了，释迦尊王我经里，那出生在释迦王族的这一个尊贵的导师释迦牟尼，在此我以身语意诚心的真诚的顶礼你。아니 다음에 뭐 대세기 쇼서 아니 남 가서 등이 주발라 된다며 봐 아니 좀 전에 냐면 샤샤 그 뒤 아니 제수 송하게 세기 쇼텔라 아니 가 참바다 자야니 아니 야채베 남지를 주바지당 사모동반이지 주비 아니 배삼이 남지 주바니 예비냐네 다음에 또 뭐대 세세지 예비 제바군지 론 쿨남네 아니 산제지 제바 탐제지 배 삼제지 된 제백이 아니 쿨디시네 참매신도 주변으로 와서 아니 삼제지 차나 아니야 배 주반报道뭐 주변에 된 생각이 아니 미반 잠비야라 그사차 돼야지 잠비야라 차사와 되지. 接下来是无上大士最胜子，贺复如来事业单，便有佛刹利有情，慈氏文殊我敬礼。无以人无能媲美的无上的导师世尊的最胜子，也就是慈尊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最胜子，贺复如来事业单，以身见行和广大行的这一个传承来去承担如来的事业，并且便有佛刹利有情，以化现的方式到各个的有佛法的刹土去利一切有情。因此我在此顶礼敬礼慈尊跟文殊。아니 좀 된대지 아니 순계라 요새남 아니 가서래 삼일 남지 정보라 없주지당 요새 그냥 소리한테 지라 삼일 남지 정보지다 자치외 남지 정보지 이외에 나네 나 삼일 남지 정보 주된 주야돼 주사돼 아니 좀 된대네 제하는 마 주야 말이야 로하 아니 다 지금 선에서는 야채외 남지 정보 전반 좀 된대네 진짜 참반의 마 주야 말이야 로하有第一站没办见病了，回家查现在想把你了都写，那我去查查呢，
七星广播在咱们间，他记住爸爸隔壁这边人去，用这种集中个广播，七星广播在咱们间，你录入他他们间呢，就是希望那些间的这样呢录入了就把他，前把呢他们呢就被少数呢用手查吧，查了大家查，我就把它查去。因为佛陀的留下来的教法，大致上可以归类为2大传承：深见型的传承和广大型的传承。那深见型的传承是由导师世尊传授到文殊师利，于是传承下来的。那广大型的传承呢，是由导师世尊传授到慈尊菩萨，有如是的传承下来。所以在此顶礼慈氏跟文殊。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极难误解大般若，如意善事占不言，名称遍满3世间，龙猛无着或敬礼。也就是这一个极难了解的大般若，也就是讲到身见行空性的这一个内意，如意善事占不言。那如实的善巧的去诠释，也是很南瞻部洲的这个庄严。像龙树菩萨来讲的话，名真遍满3世间。那这个身见行由文殊再传到龙树，那广大行是由慈氏再传到无着，所以在此说到龙猛，也就是龙树菩萨无着我敬礼。他天着为前八堂这样了具备三位南极神把他加起为南极神把我的名我的制度对呢，你讲说连悄悄说那个的，说的也是那，说就办的阿提下，是吧？因为现在进步你来理解为三门大瓦加起这边了，现在进步你来具备他们当前跑来具备，三门大局当。加上最近两岁两个名用说话那顿个的，但比这些，说就把那些慢慢走了，吃吧的钱，那将此2大传承以这种非常简易、容易相应的方式，将其2个传承整合的圣者是谁呢？是阿底峡。所以在此有顶礼阿底峡，从2大士善传来，深见广行2种道，遍摄圆满无错谬。敬礼教藏阿底峡。人家大家听的马前呢，讲过了嘛，中国话全部呢马具体听到，讲过了嘛，中国话全部现在，各位新年了七八的了，让上收了过了，台湾没，加上他把这边中国就，他把了这边中国做，这边这边他该再把伊。啥子新年那么了，开车查谁干了？大家说的，这边那么了七八，那之后从阿底峡，大师一直传承到宗喀巴大师的缘故，所以在此宗喀巴大师顶礼自己的善知识。那是以什么方式来去进行顶礼的呢？能是无边圣教言，趋向解脱最圣道，哀悯权巧，勤开眼。敬礼一切善知识，在此顶礼宗喀巴大师自己的善知识。你吃空中把点被再把被吃完的，但是都是来用过的。所以在此讲到，就是为使法缘清净而开示造者殊胜的这个部分，第1大科判。但你话当然了，苦话这边吃完的嘛，有看这种过的是呢。咱们开完用去做个件，年别做把点做呢。他们话，如果他们你来临平都有些强制了，别人把你，是我的妈讲的，这个对马路过完了，是个我对他，咱们看这个些，也别把他做那个，如果他们你来人把心都日边，但把这个对马路把过完，但把人家往个叫我，别。就马上把读完了，胸上东个球对不起，半天2把钱被加做样人是，加做样人，但听嘛点把多没干没多吧，虽然没来当下吃吧，也有讲把其他的点吧，年纪全部养上来送啊，这几天不开会叫我呢，
干点蛋白，都没点别蛋白球是呀。那接下来呢是属于第2大科判的内容，金鱼教授起建中故开示启法殊胜的部分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念到一切智者顶上言，名称翻床及显要。那显要者为谁呢？龙猛无着，他们所善传来的圆满菩提到次第，能够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能满一切众生愿，故名如意摩尼王，遍摄一切正法流，是故译名善说海。那所以呢，在此有说到了这个教法殊胜的缘故，所以呢是以通达一切圣教无为殊胜，以及一切圣言现为教授殊胜，以及易于获得圣者密意殊胜，以及极大罪行自驱消灭殊胜的一个方式来去讲解教法殊胜。第一个，刚才他们都别叫我就是，但吃苦我真的，当我那苦我就把个吃完才啦。他他妈什么人吧的？刚才他们点别蛋白球，就是些南极人把原来南极人把一人没着，一没着吧的，一没干嘛，今天熟悉也，就是当我那苦我就有吃嘛，我今天虽然过去，我告诉当我那个吃完1点就吃了2些吃为数的，但第一顿嘛得了这个问题的，虽然过去用不多吧，虽然他们这些用不多吧，我强调他们这人办的，出的特别简单2把当，我老说他们这吃上特别排怨这个事情，我这马上沙瓦当家去呗，他们就什么马上我买不，他们就吃吧当，特别排怨做，我听着有排怨这老百姓日本人还呗，从你家全部说吧当跟给，对家老百姓日本人还吧个，特点什么，我讲。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达圣教无相违，能知佛语皆教授，速得如来甚深意，极大罪恶自消亡。所以再次讲到这个4大科判，是故，所谓的4大科判就通达一切圣教无为殊胜，一切圣言现为教授殊胜，以及意为获得圣者名义殊胜，以及极大罪行自去消灭殊胜，就在这4句里面有说到。是故印藏诸大德，咸共依此圣教授，依此3世到次第，宁有智人不欢喜。所以在印度或藏人的这些学者大德们，都是透过这样一个教授而去获得成就的。所以如果你是有智慧的话，岂能对这个3世道不欢喜呢？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翻到总摄佛经心藏义，能得一次善讲文，说定一切正法福，悉能摄尽因思维。那这一个3世道的一次的文思修，等同一次的对3藏经典的文思修，因为它总摄一切的要义，所以应该好好的去思维，善思维。我想，现地方我们天天什么最好的，当然了，国就吃完1点就吃了2些吃为数的第一天，那当然。但把我去老妈其他他天然他，但把我去老妈其他单位人把天啦，在南极在我前1点被出的，当然老去用是吧？现在你都想过的，是吧？我电影上，南极在我前1点被出的先把天啦，他等他天天马前的他说的，这件什么？天南地区来说轻也吧。但这里边这边早晚呢，咱们的新业谈判881 3堂学外出现谈判的，同样少个钱没当话，个性这边700年话这最近2年的地他谈这钱讲提醒讲着了，我说我这个我你当起码给来说他们家，新业来等来什么？原先7节他们家，新业来2把印章。这些历史经验吧，但这2把这边谈话呢，南边3把新业谈判883堂是同样，新业少个钱没多吧？
안에 가신 두바 그 쳐봐냐 와쳐 안에 쳐봐체 어디 안에 아니 지실라 라면냠레 자자자 탄자자 진짜자 도시야 那接下来呢是讲到如何说文两种说声相应正法。那所有以及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学徒之次也。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几句：所有现后诸福具，其能最初成就者，为由意乐及加行，如法清净善知识。那以意乐来去亲近依止善知识和加行来去依止善知识之理。众志命缘终不舍，儒教修行法供养。那这个儒教奉行法供养就是供养最主要的一个供养，儒教修行法供养。至尊恩师如是修，欲解脱者如是行。오야 된대인다 아니다 신이 때문에 땡주 대란가야 아니 라마 산제서 따고와 따니고 수치다도 따와서라서와 코랑의 신이 때문에 파인서 보다 아니 마덴비님이 세보다 땡주 로비님이 셈 어느 따고 저 따니와 수치다도 따위 수라서와 사다 sab제마 보지와 진저레 신도 상로 땅에 아니 민랑 좋아야 되는 말이 所以在此呢，就讲到了，依止善知识的时候，我们说要如何依止依师，那我说到了事事如佛，那如何事事如佛？这么事事如佛的话，有何利益？不这么做的话，有何过患？有何过失等？我说到了许多的这个科判。我呀，这就说，那今天。 남자 자와 때는 로 기타 장에 림바텔라 신이出行的 때는 아니 신이 그 기타 땜바다라 아니 영소 연수 때는 로 기타 장에 림바텔라 다위 때라 인보 렘베치 구와당 인보 기타 렘베추 니세 다위 때라 인보 렘베치 구와텔라 아니 단정의 송와당 오다든지 예바가와당 아니 전체주 삼바들이 말이 接下来是，即清净以如何修心次第又可以分两个科判，与有暇生劝取心要，以及如何摄取心要之理。那与有暇生劝取心要又分证明暇满、思其义大、思维难得等。我呀，他谈中我说这一张，我这里，但你呢，他有点的也是拿来了。 也是你不讲道的讲，俺那告诉的差吧。我听着我的，俺那在那，人家也把他的zam心也是，我在人也把这边系统的搞吧，就主教育过来也把搞啊，我总教育过来也把搞啊，别世教育过来也把搞啊，是的，他听着刚刚的人了，俺那就跟我妈一样的，是吧？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暇满为什么难得之理？暇满胜过如意宝，唯有今世始获得。所以在此我说到，以他的一个暇满之因的思维而言，它是很难获得的；以暇满的一个体性，它的一个性质而言，也是难获得；以譬喻而言，也是难获得的。哦，有。 根据旅天怎么去托巴来呀？就是那么他把送过来的。但俺那就谈他给托别谈着些电商谈这就托巴了，就是那么他把吸收，马上他妈没被他们家了。俺那就说怕进去给吵架哇，真的是话的。我觉得马上呢，俺那他都有门呐，对不？俺那真的电托巴用像这个嘛的哇，哇就只不过可能也把搞哇是。 那即便是一般的人生，都是需要清净的戒体，才能够成为一般人生的因缘，更何况是暇满的人生呢？那更是需要不只是清净的戒体以外，还有清净的一个发愿，广大的发愿，还有像布施等这些善行作为助伴等众多的因缘聚合下，才有办法做到。所以，哪怕就是以暇满的一个承办的因缘，就以这个角度而言，也是难获得的。 我呀，아니我怎么搞哇塞个啦？我怎么搞哇就搞有关呢？아니俺这人，点着呢，俺这结完呢，
等着呢，按照讲话呢，4000多大年吧，呀，我按照讲哎，按照呢，等着讲话呢，提升线没产生个这么多单差吧，因此他等着几个嘛的，哦呀。那就以这个暇满的体性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暇满人生是多么难获得的呢？因为从善趣堕落到恶趣的数量来讲，就以数量而言，如同我们遍满大地的昆虫般是这么的繁多。但是从恶趣转生到善趣的这一个众生，就以数量来讲的话，就好比是我们抓沙子之后停留在指尖的沙子的数量而已。我呀，别谁个讲，我总个人家说你把搞啊，他真正人就主个别可能你把搞啊，我都是讲你把搞啊，一旦他这人就特别搞的，俺你他当然当不的确实是马上话，俺你把他俺们宁波去敲个话一旦是吧？这一旦你个既然哪个那么大在初的3年几天敲话。跟并把恰话心头多钱呢？人生跟着宁波联邦哦，那种爱讲人们太大的，他对确讲这些讲三路是哦呀。那透过以上的这个因难得，体性难得，以及然后他的一个譬喻难得的思维，来去好好的珍惜今生已经获得的这一个暇满人生。难得亦是如空殿，思以则觉世间事。徒劳无益如阳康，故应昼夜取坚实。至尊恩师如是修，故欲解脱者如是行。哦呀，他地里去了，俺他就整个就从整个那嘛，都是来嘛，就老高话人家是吧？哦，现在俺这没几点没几事，是吧？第二俺没，俺呢。第一就叫工作什么样来噻？俺说个就把那叫外钱干的，俺那说的是工作什么来噻，是吧？但俺让做呢，俺这人没几百定，咱说了啥来了？说个叫也不去周圆呢，俺这么这个等着就去他钱啥的。俺那他俺让这经济钱完了，俺那给外钱完了没吧？没给外钱完，全去彻底都是两人的，不然俺这他吃我这我去吧，都这样过的，是吧？一旦，那他今天去的，俺今天现在俺这没去订的，俺那用俺这个机构把那叫我钱个的收来，现在他工作什么加过来，叫点把我3家工作家，叫我们去工作家，叫准备打着工作什么的，俺那加过来是吧？3家工作个。缺点叫点把不接点，其他点把那些缺点，俺让说个主，娘说把那在那经济这他把3年，俺呢我原来就是嘛，现在这里他这3家就恐怕他把讲过话，人家有的人家第一就叫工作什么都解释，我第一次讲着新的点把当的，我第一场讲着开车把人家。军山第一次讲着新的点把当，工作什么接受这个讲着呗，新的那点把有话几趟，俺那讲着老家的啦，俺那连着给哪里去的嘞？就给我吃完了，等下之后给我请我一张，给我找，俺那给我猪把当，东俺没得那就没给我了，等下请我一张，东俺帮完，我今年给这个让着苏醒的这把的，第一那些年把没把家，天上干那连着来什么呢？是干那个连着，没给我来几年没什么，给我来几8月3年，俺那他让着马闹吧，没给我来他们家帮我的，给我来他们家了把900个，天上让着干那连着来什么呢？让着苏醒出来，然后来说。那就俺讲人们太大在，他就他讲提醒讲在了是那即便获得了暇满人生这一世，但是后世会到哪里呢？我们是没有把握的，因为就凭我们现在的作为来讲的话，
我们行善是非常的困难，行恶呢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自然。所以从我们现在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判断后世会投身到哪里，还真的说不准嘞。所以死后难保不堕落。那我们堕落到恶道的时候，有谁可以救护我们，让我们不会堕落到恶道呢？能救此位为三宝。所以在此说到皈依了，故应勤修正皈依，终不毁犯诸学处。那皈依的学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遵守因果。所谓遵守因果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善因为何，由善因坚信由善因会感得乐果，坚信由恶因恶业的恶因会感得苦果。那透过这种因果的坚信，好好的去行善断恶，那这个呢就是皈依最主要的学处。所以终不违反诸学处。那好好的去了解这一种善跟恶之间的一个差异，那尽可能的去行善断恶，这个就是皈依的学处。复因善事诸业果，如理取舍，乃能变。至尊是如是修，欲解脱者如是行。아니 다 체딜에 챵바로 봐. 저 치마 편자래 챵바로 봐. 대마체 아니 가서래. 아니 랑다 현유기는 아니 현지做了 죽체가 제다다 지우숨지랑 바르마 신tum바 로고야 이자 나 지우추 냠술래 남자 냠술래 되라 아니 대한 간나랜데 라는 지르지 장장자로서 남조주라 천이 참여 댄스 다때 단조그 대상 예대게 맞아 봐라 지르든지 잠재게 아니 사줘요 말에 남주발라 봐我一在电车把在顶这里面咱们就把那三些新的车把印章，咱们就了参与参与的，马年把多三些没有完呀，印章提马上没被拒了老师，他才叫我起码的那样，安尼沙瓦当家去为咱们这里边两岁两边电车把的钱，安尼他就个电上顶这就特别拒了老高的，提马上没被拒了个。인주 가르에서 고슴 뒤도 처면 바와데서 어디리 고슴 아니 영아 있음죠 고슴 아니 동화다 님모보다 동화지 바와데 디디디 바바 장네 아니 디디 타바 추준 남바 타바 그 시소네 아니 대체바저 주고 봐인다 고슴 뒤도 처면 바와데 바와데 하발레주 정와 내체베 레주 정와 다 내체베 다 도마미 반에서 왕아란도 지라 디디 마보 지와레 텐자와데 정고레스 대야 아니베 장나 님부터 시고네 샤바잖아 아니베 다바요 와 어이다 대야 님부터 시고네 샤바잖아 아니까 아제지 가자 디발라 투콘도 정와 제바당 체제 토라 바당 미제바 미신양 바다 니와라 라도벨 따당 아니 니보고도 제베초 아니 고슴지디 오게완 주바 오두신 요아레 도시 요아 어이나 디도 도시 땜바 도시 상화 땜바제 난종 애자냠레 대다제 탄도다당 대신 장자로서 那因为不只是要获得享满人生，我们更要去学习如何不要贪着今世的这一个圆满。那之后，我们还要去学习如何不要贪着于后世的圆满，要获得解脱。那这个解脱不是为了自己而已，我更要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我要成就无上菩提。那这一个道次第要走上去的话，没有这个享满人生的工具，我们很难生生世世的很稳稳当当的走上成佛之道，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此说到，若未获得种得生，欲修圣道亦难达。所以，现在为了我们能够确保在菩提正道上面能够稳稳是生生世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故应学此圆满因。那这个暇满工具，成佛的最好的工具，它的圆满因是什么呢？就是净修三业诸垢染。那就是身语意要做出任何的行为，都
很可能会在相应烦恼的情况下而去造出身语意的，所以这种身语意的三业的垢染都要净除。那净除的时候，什么最为重要的呢？忏悔业障由切要，故应恒时依四力，像是对自己现在所造的恶业产生极为强大的后悔心，以及我将来不会再次的犯错的这种防护心。那为此而去持咒观三心等直接的对治力等，在此有说到四力忏悔，至尊恩师如是修，故解脱者如是行。我呀，俺说东安把没钱呢，你呢跟着什么了叫这些，地方给说他到住吧了，就把后来就把亲戚老在老王就把他做完的大大做完的，俺说东安把俺夸的俺说个几天就来见人些。俺说的明年，那东安得到了这边的工资说了接受这个奖状，是吧？你那奖状老家的了，那地方帮我了，给我主办，地方给做他到主办业，咱把后来才把亲戚老，这我都是这样。像上次会供里面呢，也有讲到说，为了能够脱离三恶道，不再遭受三恶道的痛苦，所以我等要好好的去行持皈依，并且遵守皈依的学处。那皈依的学处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己所能的去行善断恶。我呀，他提前了，那就这那怎么原来了，就这样的了。那都在你们什么了？麻烦呢？他把对你起心没结心，观众可别就是马上呢，可别找我接触没些呗。虽然呢，就点这些点把它可我刚个就把写我解释，我在他都点。都点你们啥？都点是真把他人不要骂人，俺让对人家以前想完就去碰不得都点东啊点把的，俺让碰不得是吧？问题，你那就碰不得两把了，但是他都东啊刚刚用啊就碰不得了，但是用过的，是吧？人家就是来的你们被进被，进把了马着爬都，俺那他咋不讲说的？等于国家再去讲没吧？一张碰不得了，在那边碰不得，我让他几个人没当把他东啊我当是电信，我电信设备刚才碰不得了，我你们是从我去国外各个人长，我对待你们上了嘛，把那他把提醒没进去行，对待的你们上了东啊没得呢，东啊个觉得。帮过来，东岸就决定了，把老板就搞过来。东岸个决定开始来是呢，观众可别就是买什么呢？可别在我接受没些呗是。我家观众可别接受俺这是俺让了观众夸了姐姐讲了，做当时马日吧，当时马日被过来让的，干说的，恰当毛什么节，恰当毛什么天往个来上。来的爬家，等于俺咱们就定做过的，现在也爬家的，说的，啥叫你，叫我两天通过的准备，东俺忙不尽量过我现场对通过这个早晚东俺用那个早晚的花了土啊的，但当时马上把它土把现场，是吧？可以早晚就是没在，没些呗。虽然那种这些点把上，是吧？可我东啊就碰不了，但是叫我知道，碰不得来的，连夜看个金把给，你们我写完去过来些，我写完去过来些，可我看个金把写完去，那就俺讲咱们在谈这些讲这些讲啥了是哦。接下来是共中师道的部分了。若不思维苦地师。如果我们不去反复的思维苦地的过失、苦地失、苦地的过患的话，终不能发解脱欲。那这个出离心的解脱欲是没有办法发起的。其实苦地并不是跟我们很遥远的，苦地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有的身心，我们现有的运体，都是由业和烦恼所产生的，在不自主、无自主的。情况下被业和烦恼所产生的这个身与心，这个运体本身就是苦地了。
它就是真正的苦了，地就是真谛的意思，真正的苦，真正苦的来源。因为有了这一个业和烦恼所产生的身与心的话，这个运体的话，我们的痛苦是无有间断的，直到这一个业和烦恼所生的身运没有脱离之前，我们是不可能脱离痛苦的。所以在此说到了许多苦地的一些形象，像是无常、苦等的这种形象。那所以在此我们要去思维苦地的痛苦。如果我们想要去远离这一个真正的痛苦，这个苦地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所以若不思维即流转，苦因就是所谓的极地，所以我们要去思维极地，因为我们不想要痛苦的话，那就要从苦因的斩断开始下手。那我们要去了解到苦因是来自于哪里，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为何无明是一切苦因的根本，为什么无明会去让我们产生贪嗔，由贪嗔让我们去造业，这个业会留下种子，那种子会留在唯我之上，那之后随着因缘之后，这一个习气会成熟，成熟之后呢，痛苦就会发生，就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切的苦因，我们不要的痛苦的最终来源，都是来自于我执，也是一种无明啊，无明无执，无明的我执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所以若不思维即流转，如果你不去思维这个极地所带来的过失，会让我们永无止境的流转的话，终不能断生死根。因此，为了能够升起厌离三有，而去想要去希求出离，所以因厌三有悉出离。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呢？了达生死系缚因。我们应该知道说，这一个由业和烦恼所产生的这一个身心，这个运体，就所谓的苦运呢，它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实执，无明我执。至尊是如是修，欲解脱者如是行。我呀，来到你们为敬拜呢，我让你碰不的来到你们为敬拜的苦啊嘞，敬拜的了找我的他把嘞，他把团队念我的，我团队念我的，他把团队念我的，是吧？我第一张我让着，根本懂我了，没得别落地往哪些，就看公布就讲了，公布懂我了，没得别没得别落地我了，对我哪些就碰不得啊，懂我就哪些就通我了，对吧？他把团队给落地完了，是吧？总言之，就是上述所说的，你被业和烦恼所操控的话，这个叫做轮回。你能够脱离业和烦恼的操控，业和烦恼的掌控，真正获得自主权的话，那个叫做解脱。就像你口渴的时候，你会厌离这种口渴所带来的那种不舒服嘛，你会产生一种厌恶口渴的感觉，所以你想要去喝水嘛，透过喝水来去减缓这种口渴的苦感。同样的道理，我们要知道说，被业和烦恼所操控的话是多么的痛苦，我们才有办法产生厌离心、出离心。可能就这些点把它考个，那就爱讲讲，别太大在，他对他讲的先讲咱了。我现在我考看个经把的写前呢，写我前呢，我老书记娘们来点过我第一张，那就爱讲讲，别太大在，他对他讲的先讲咱了。我第一个，他就真的他们那么老讲的第一把的。所以了达生死系缚因，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生死最主要的，我们为什么会被业和烦恼绑得紧紧的、系缚的这个因缘是什么？了达之后，我们接下来做的就是三学，好好的去勤修。至尊是如是修，欲解脱者如是行。以上已经结束了共中士道的部分。那天呢，我看个经把写完去，人家俺家人们在大街谈着写的，提前讲着了，我说，第一他甚至他说咱们就修行的，那就把咱们就适当的，从一个呢，谁就知道我老张哥就对别说咱们带的，这样，就讲他等到就真的他们老讲我清楚我说，第一件呢，俺的就全部当。就这边老讲话的
那以上如同刚刚所说的，已经结束了共中士道部分。那接下来呢是上士道的部分呢。大乘道命为发心，是菩萨行根本一，能转资粮如金枝，摄纳众善为福藏。我等这么多，带去写小去，我呀，当然可以看书的，那做开解决的啦，联系现在开解决的是吧？你工作什么的，让给俺家为了接受着我的吃着我了要把的，吃着我的怎么是吧？是吧？他电不起来接受着联系。考完中到300个呢，俺那工作上来接触这个讲着的，俺那是俺让在哪把台湾在我他妈满意吧的，是吧？我这现在他在修完那些以前呢，俺说东岸把为每人呢，人家工作上来接触些，地方给做他到做吧了，做吧6年就吧，自己老谁干了，我弟干了，俺说个东岸了，就是马上把了。可比东岸的这些长不就有阿妈的，是吧？俺让就谈到这个另外这个，俺让这另外这个啥这个另外的啊，东岸就让现在买吧，明白吧？是吧？俺让这另外的，过去东岸的7代讲东岸，可以拼做一个呢，可7代讲，俺那我把没变化。我没变吧，就一张，可能我把没变化一张，可以拼做了7讲，我把没变化，是我说完那些钱呢，可以70几人，拼做70几人讲，你东岸街上现在嘛都特别可靠，这就讲没把它打相关的，所以在共中士道的时候，思维四圣谛非常的重要。光是皈依的话，其实。非佛的这些宗教，他们也有所谓的他们自己的皈依了，但是思维四圣谛，了解到我们的不想要的痛苦到底它的属性是什么？那以佛教的说法，就是因为被业和烦恼所操控，所以我们是痛苦的。在业和烦恼所操控的情况下，我们会无自主的去取有这些的运体，这个是痛苦的。所以透过苦谛、极谛、四圣谛的这一个思维。后来再去产生皈依三宝的这个皈依，这才是佛教的不共的皈依啊！如果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现有的世间的一个圆满它是痛苦的话，我们不可能对它产生畏惧嘛。如果你不对此而产生畏惧的话，你就不会因由四圣谛而产生皈依了。所以痛苦的这个思维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要多多去想说，世间上到底哪里有什么是属于真正的安乐？世间最圆满。我们世人认为最圆满的东西，它真的如同我们想象般的、预期般的，它真的是这么永恒的安乐吗？其实不然，因为我们世间所谓的最好的安乐，你再怎么样享用它的话，第一个你不会满足，有一要十，有十要百；第二个，你真的长时间的去享用它的时候，它慢慢就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变成苦性。所以到底世间哪有什么安乐可言？最终这一切都是痛苦，所以我们要反复的去思维这方面的内容。我呀，现在也到，俺这30年的离婚不的，都在300过年，考了下落那么就没见了，先把就那点去3套啊，那些下落那么就没见了，俺这他把同一个落怎么的，7怎么就说啊？他把同一个落的7怎么办？俺这工作让我做过的，他把同一个落7怎么就说啊？所以你不经过这样一个痛苦的一个苦谛的思维。你说我升起出离心，我要获得解脱，其实都是嘴巴上的一种耍嘴皮子而已了。我呀，俺那工作300过年，可以在我来当年嘛见那，俺那考了这边咱没人把了，咱们就说呢，我天没得做过来。如果你不好好善思维，极谛为和，那这样的话，你要对付的可能不是业和烦恼，你可能会去对付其他的东西。所以极谛的善思维很重要，否则你可能会走入歧途。帮着杜根毛，我嘛先那太旁边帮把太阳，俺那边老把咱买到，俺那杜根旁边我把产业不讨厌买吧。
正是因为如此，你不彻底的精通苦地和极地为合的时候，所获得的灭道恶地就更不用说了。遑论这一个灭道恶地是正确的。我第一天就讲了，等着越他等你，让地就东岸3年，你东岸了没得被下落呢？他把屯一记落产人把就结束了，你得3天下了，别的，马些这个都送过的，那当你自身体会到苦集所带来的一个困扰，苦集所带来的一种厌离感，你产生的时候，你才可以将自身经历的这个厌离感转移到他人的身上，对他人产生悲悯心嘛。所以这时候说到了修知母念恩报恩等。他对他说啊，虽然你就这些点把他考我看个经把写完去，那就他就现在听讲了说，甚至特殊咱们就兄弟的，老天这帮咱们就，西藏点。从你过了4句知道不？从你过了4句知道不？我上个做对比算那么对的时间了。从你过了4句个字，那加上东西都就完了，现在呢，那抢救个什么事呢？那他就说完了，这给他刚刚，那不一样，他把这个抢救个到就完。抢救什么没见呢？给我多钱不看这些钱讲，3节就恐怕特别就没就把人张，然后讲新就过了，从你知道不？我讲个做对比算那么对的，但他现在假设把我那么，抢救个是了，突然个说真的生活的，我说抢救个什么些的，吃都叫吧，什么他们就是那么把杨大把左边3节就恐怕他把瞧人把给，什么进来抢救什么时个的，都把你点瞧的，都把你点现在让对团业当先对团业你是个的，是吧？先对先去团队杨大把左边抢，先去团队在先对团队也或者先对团业先，先。我就当接完了，但是他把那么他把那么样他把了，跟这个落地现在听一个钱，让这听一个落地开始是呢，现在过完了，俺了让你那么样他把左边3节就恐怕没动了，先根本就把人当，让这听一些咯，是对吧？一点是对的啊。那接下来是讲到上师道的部分，大乘道命为发心，是菩萨行根本一，能转资粮如金枝，摄纳众善为福藏。如果没有菩提心摄持的任何的善业，无论它是再怎么样的强大，都没有办法转成佛的资粮。所以它如同金枝般，金枝涂在这个铁铜上面，就会变得更加的珍贵，意思是一样。所以有了菩提心摄持的善业善行，它才能够转为成佛之因。菩萨如是善了知，以菩提心为心要。菩萨知道，为了利益众生，我必须要成就无上菩提，因此我所行的一切善法都要成为成佛之因。为此，他会以菩提心作为他的修行的心要，他的修行的精髓。那菩提心呢，本身是具有2希求之发心，希求他利之发心，以及希求菩提之发心。也就是我成就无上菩提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他人，仅此而已。所以以这个利他之心，因此我要完善自己，为了能够帮助你们，我要完善自己。以什么方式完善自己呢？成就无上菩提的方式完善自己。所以希求无上菩提，所希求的无上菩提又具2利圆满、自利圆满和他利圆满。所以你要圆满他人之前，你首先要把自己搞定啊！你自己还没搞定，你怎么帮助他人呢？所以你要把自己搞定的话，你就要完善自己。所以，要让自利圆满。我呀，跟这一档，就个告诉，我这档我一其他写完它，我这档我俺那产出生意写完它噻。我让这小朋友的了，做有那个了，装对个3文钱，
作为切瓦刚把点叫了说话，主要给切瓦生把他妈生把你用过的话，是吧？我这边了想把的，主要得当主要也其他写话家是，这些开外定义这其他什么些写话家是，我这讲了，这些都那面把杨大把作为强就都把他把切个两把的主要都把的几把的，那么杨大把作为三节就光把他把切，他把切我两把生的钱。他把切把了，托这些人讲了，安尼作为切瓦生把那些的托这些人就讲罢了，安尼作为切瓦生把那几把的，是吧？因为这把年那个切瓦生把的，就把讲究给生。那么把杨大把作为讲究就讲，他把切年被生把的，能把讲究给生，是吧？那把他就不用我呢，那把你说是，我就是这话就算那点多，最主要那是这话的，这话得当这话也其他写话家，提醒开外点眼睛，其他人去写话家是哦。所以再次又说到了愿心跟行心的差别，如同路菩萨行论里面有说，你只是说你想要走，可是你没有走的话，代表你没有走，你只是想要走而已。所以同样的道理，只是想要成就无上菩提，跟正在走上无上菩提的康庄大道是不同的。所以说到了愿心跟行心的差异。只是想要走的话，有一点类似愿心，我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我想要完善自己，这个呢就是愿心的状态。可是为了能够真实的落实圆满自己、完善自己的这一块，所以我要接受无上所以我要接受菩萨戒。那受戒起之后的菩提心就是行心了，就如同正在行走的人般。所以智者应当了知愿心和行心两者之间的差异。我对你这到攀越上去没讲吧，是吧？偏不三把咱们这上节去了去吧呢，身边嘛你他们家你对讲吧没去过是进去告诉，身边了偏做我去用去我怎么那样？按照上节个心给长大年把给按照上节去吧了，去吧给按照讲了攀越那样。我的提攀去个人，攀把三把咱们就讲，身边了攀多把攀多个三把咱们几个人，攀把三把咱们就讲，上节去了去吧呢，那身边帮里边他们家东啊就当讲我的，只要得把那两把攀越得到要我的，他没去过也是我的哦。但是不要小看这个打从心里面真诚的想要帮助众生的这一颗愿心哦，因为路菩萨行论又说到，如果当你打从心里面的很真诚的态度，想要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及苦因的时候，这个比你供养无边不可计数的佛净土的功德还要来得大。更何况是你真正的落实这种的想法于生活，你产生行心的话，其功德更是不可思议，更是殊胜。我呀，是不是女生那边才这样，各级才当经把切把了，告诉给我切把也是过去用的事，是不是女生进了，让给对吧？那个给塞当，我们那说话经把那样，很多切把的了，给我切把也把这里个刚刚给他给我的，是吧？什么忙不？看都当年吧，什么场面吧，都中文吧那样，那把杨大把做不下去，他们这个结果在这里呢，朋友把他们不要把这没去过是吧？什么长大样了，敌人都对我写信，对我那面，一来三把他打做，大多进不担心没去过哦。对于一个需要的一个贫困者，他当有求于你，你打从心里的真诚的善待于他，解决他的困难，都可以累积无比的功德。更何况是你打从心里面的很真诚的去善待一切有情众生，为众生所回向，其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陆行论又补充说道：“我呀，对这些他告诉他现在假设把我呢，什么叫我的，他讲究个什么呢？推他们推的几个的他。”马上就你们这了，一年说、钱来说，都讲究个什么概念，是吧？所以，如同你得推出从那么给往淘宝周围呢推出中国人，
tun주고 나라 안에 잔주 섬지가 몇 바지 도서요아래 와 지당 원지 대시시 잔주 손이 잡아 잔주 섬이 나와라 대다 좀 지나와다 나장돌라 팬데도 잔주 섬이 제시시 잔주 섬이 나와라 안에 지다로 지나와자다 리팅뉴라 tun주와다 배아버인 말아 所以，如同这边说到了，以菩提心为心要，菩萨们知道菩提心所带来的殊胜利益之后，会以这个作为他的修持的最主要的重中之重，他的一个核心。同样的，我们应该这么做，应以昼30、夜30、昼夜60无有间断的去思维菩提心，让它转成一种自然的一种思维、自然的一种想法、自然的习惯。那当然，在接受密咒金刚乘修学自胜仪轨的时候，里面有说到了，昼30、夜30、昼夜60都要去思维菩提心的相关的仪轨文。透过这些仪轨文的念诵，边思维菩提心也很重要。好呀，电影上准备七道专家被第一车厢电影了，虽然特别出版业准备还是决心意思，准备七道个对专门参加电影抢救什么些，那些。저기 치다 좀 세람 참신 두 바에 스바 코에 남도 바 참냐 두 바대야 톱니 동아 빠도면 바 동아 대다게 아니 코에 동아라 아서 와쳐 바대야 자주심지 되니 자주심이 세람 참신 두 바에 조병 하신 제신 저와 참장 안 좋은 동아라 아니 바 좀데 안에 바띠바 생각돼야 안에 사람 참신 두바에 조병 하신 조신 저와 탐장 안 돌아 저와 제비 지대 있어 而且路菩萨行论又说到了灭死圣甘露即此菩提心，除贫无尽藏即此菩提心，疗愈最胜药亦此菩提心，彼为博士图。菩提心如同博士图，众生修气数。复是出古桥，度众离恶趣；彼是除热恼，东升心明月。所以在此路菩萨行论也说到了菩提心的种种的功德和殊胜。我呀，我当年不做的，那抢救三了嘛，突然一张，虽然他们现在把也做人还是决心，主要他们讲按照了主要的设备接电。他们叫我们说吧，那马上用个穷啊人，我一张，我们说吧，那当然，俺那因为马的嘛，俺让这点个话那些这个了，他们吃就我们的说吧，那当然，俺那因为看着用我的，是了，俺那那不一样，他把这边上去就看嘛，他把这个什么的在地上把的，他们叫我们说吧，那马上用个穷啊人，所以，如同路菩萨行论所说的，彼为博士图，众生修习处；复是出古桥，度众离恶趣；彼是除热恼，东升心明月；复是摧三日，能去无知霾。是伴正法乳，所出妙醍醐。我们牛奶这样子一直去给它摇晃，或者是去shake， 去摇这个，去拌乳这个牛奶的话，牛奶的最主要的精髓啊。就是里面的这个，就是像是黄油吗？黄油就会这样出现嘛。所以黄油如同是牛乳里面的这个精髓般。菩萨们、智者们已知道，在诸多的修持当中，最主要的核心的精髓是菩提心，所以他们会以菩提心作为心要。哦呀，唐伯上东，俺上个东啊了，没得比老几见呢，就请回来了老讲。那俺上个东啊了，他呢，连地旅店，他那没得我就抽进那样，他东啊就让些人买点吧，这位东啊，那位东啊，那位东啊，七位东啊的买下来为啥？哦，可以东啊太大了，那没得呢太大了，那没得比可以东啊，你我媳妇他把天一个老的，你我得垃圾，是吧？那说白了，让可以东啊，今年我就在咸阳东啊，今年我一张，那让先三家他们家东啊，他们家了没得吧？他们家是不是恐怕那个的说白了都先结果的，是吧？哦。所以以上的内容大概我们总结为3个阶段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不想要堕落到恶趣，
因此暇满的这个人生，我们必须要确保能够承办。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即便获得的暇满人生，可是我们还是要经历生老病死，我们还是要经历业和烦恼的这个对我们的紧紧的掌控，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无法自主。因此，我要获得解脱，这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就是说，如同我厌离业和烦恼的操控般，其他的众生也是如此啊。因此，我要把这种的思维转移到他人的身上，为了能够利益他们，我要完善自己。因此，我要成就无上菩提。分这3大阶段。我也当然得先带下去。今天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主回向。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未得普贤殊胜行。妙香遍土花散之大地，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尽如佛土我乐尽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伊当咕噜那那面则拉嘎尼亚达亚美。这断要么嘞？那么断要算。要么嘞？这送也要么嘞？哎呀！大众请起立，一切的佛切。